无耻！公公，你确定他们大本营在这里？我特意让沈墨人去问他，那个林爽一见他呀，什么都说了，还邀请他今天来这儿听他的汇报讲座呢。要是录下来，咱们的事儿都全都解决了呀。嗯，正义的化身，维护姻缘的力量。哎呦，放心，他觉得一切猜沈人家姻缘的都是耍流氓。我已经给他把这个组织描述的惨绝人寰了，他现在内心的仇恨之火已经熊熊燃烧了。左3圈，右3圈，哥哥扭扭，屁股扭扭，咱们一起来做运动，一起来，来老铁，想发财，红太阳，想发财，默然，是时候展示你这个伟大发明了。哎，听外婆说，你这个在村里县里多了很多项好事啊。荣幸是外婆的，这都是我该做的。太好了，今天晚上你负责侦查，你负责应对。今天晚上我们就让这个专门拆散别人姻缘的培训班，在这个世界上完全消失，完全消失，完全消失。安静了啊！安静一下，安静一下。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我们班的优秀毕业生林爽同学。下面时间就由他为大家带来心路历程的分享。大家好，我叫做林爽。首先呢，我要感谢老板对我的鼓励和支持。之后呢，我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、叔叔阿姨、爷爷奶奶、大姑父、小姑父、大姑父、小姑父、大姨妈、二姨妈。这感谢得有10分钟了吧？倒是说正事儿啊，不说正事儿，这哪是证据啊？这办大事都有点耐心，况且坏了，摔了！无人机被破了。公公，你负责掩护，我谁都动。老板，谁欺负你了？告诉我，我不会放过他。还真有人欺负我。谁？我不会放过他的。我。你想把我怎么样啊？嗯？门口还有话没叫，我去叫。怎么样啊？你们仨反省的怎么样啊？外婆，我们真的没有做什么不正经的事情，真的。我现在去给你买个冰淇淋，赔礼道歉。夜不归宿，携带武器，好好的一个默人，现在搞成这个样子。你们俩说你们没有不务正业，可是我来到这这么久，我可没见到一单媒婆生意。没错，我全看过了，一样媒婆的东西都没有。说怎么回事啊？不好意思，我找一下他俩。咱们可以。不开业，你败家，有生意不做。来，这位小姐来，来。哦呦，你看看小姐你啊，红光满面，肯定是儿孙满堂，幸福美满。我告诉你，无论是老公还是男朋友，绝对对你是死心又塌地啊，绝对不放手的。外婆，其实她就是我们的客户，她跟她老公就是通过我们认识的，他们2个人马上就结婚了，结婚照都拍了。公公上，看结婚照。你看这结婚照多么郎才女貌，多么般配。真是他呀！哎，干嘛？
谁和杜邦美满幸福了？我交代给你们的事情，你们到现在都没给我办成。昨天那个林爽又哭天抹泪的去找杜邦，我们俩彻底完了。今天来我就是告诉你们，钱我是1分都不会付给你们的。而且我交给你们的任务，你们到现在还没给我办成，还嘲笑我，我要告你们。别，息怒，我们一直都在帮你，而且我们马上就要抓到林爽的证据。什么证据？林爽，他根本就没有外人。那你们抓到他的证据了吗？把他给我扔到杜邦面前。还差一点点。那我还得告你们。别呀，息怒，咱们做人要平和。我们就是希望你全面配合我们让林爽无处遁形。可怜我吧，从来就没有腿。谢谢。可怜我吧，从来就没有腿。可怜我吧，可怜我吧。收回去，别挡道。可怜我吧，从来就没有腿。可怜我吧。你怎么来了？怎么了？金麒麟啊，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你既可以去欺负一个弱势的乞丐，现在又来喂流浪狗。拜拜。走吧。看着啊！城管来了！职业的。回去了呀。你来这什么？外婆给的，她让我保管。嘿，林爽，我有好办法。琳达，这是杜邦和苏菲分手的证据。你要跟我分手是吗？我说过了，我要跟你分手。再说一遍，分手。不错，你确实很有潜力。苏菲和杜邦的保险金额可是 S 级，他们要是结了婚，我们公司可是要赔一大笔钱。其实啊，我也是凑巧，正好杜邦啊是我的前任，我接定起来比较方便。我呢，得感谢领导对我的栽培，我要努力的地方啊还有很多呢。Good， 现在我要代表公司对你进行奖励。谢谢琳达。这个。江总，这个是解约合同，这个是赔偿金。你不是正式员工，所以没有分成。如果公司每一单都分给你那么多钱，我们就不用活了，对吧？来，祝你下一份工作愉快。想告我是吧？欢迎啊！在这个房间里啊，这句话我已经听了很多遍了。无耻！拜拜。
林爽，我有好办法。我们就是希望你全面配合我们。分手！想告是吧？欢迎啊！在这个房间里啊，这句话我已经听了很多遍了。谢谢。不用，我还要谢谢你呢。哎，那个人啊，可真是个老狐狸。还好呀，我没有拆散他们，要不然可真是得不偿失。那样做不好。是不好，不过呢，我觉得认识你呀，也不是件坏事。哇。好了，我要先走了啊，拜拜。拜拜。自己的工作不做，在这送什么花啊？我市刚刚破获一起诈骗案，红太阳保险公司旗下法人江油被立案调查，其公司存在恶意骗保等违法行为。那目前呢，根据知情人士提供的证据，被骗学员呢已经将原公司地址包围。有人吗？啊，你们好。哟，来就来了，还带什么礼物啊？那都为民除害了，我还不得表示一下吗？谢谢啊。